每晚洗完頭唔吹乾就瞓覺？恭喜你啊！你用緊自己嘅頭皮培養緊一個真菌帝國。喺顯微鏡之下，濕地地嘅頭皮就好似潮濕嘅下水道，馬來西菌、葡萄球菌瘋狂咁開緊 P。你條界可能唔係天生就咁闊，而係俾真菌少少咁腐蝕啊！洗完頭唔吹頭，頭皮維持喺32度左右，等於俾咗真菌一個5星級嘅溫室。只需要唔吹頭瞓覺2日，真菌嘅數量就會暴增300倍。真菌嘅代謝物會將頭皮嘅 pH 值由健康嘅5.5破壞到7以上，毛囊嘅角質層會被溶解，就好似長針嘅批盪咁一層一層咁甩。真菌仲會侵蝕毛囊嘅根部，形成顯微嘅疤痕。毛囊永久失去彈性嘅話，頭髮就再唔會鬆得起㗎啦。條界就會以每年0.5毫米嘅速度慢慢越嚟越闊。記住啦，洗完頭唔好再包住個頭或者唔吹頭瞓覺啦，應該用暖風離開頭皮大概15厘米，逆方向吹鬆頭髮，吹乾頭皮，之後先至慢慢吹乾啲頭髮。每個禮拜用2次有茶樹油、米日香精油嘅洗頭水。呢啲成分係天然嘅抗真菌劑，可以破壞真菌嘅生物網。6晚臨瞓前用 pH 5.5嘅頭皮精華噴翻嘅頭皮，等佢恢復天然嘅藥酸保護層。仲快啲自己 check 下，如果洗完頭好快就有頭皮屑或者油冧冧，頭皮 keep 住好紅或者明顯見到頭肉，就要快啲聯絡我做個免費嘅 AI 頭皮檢測啦。關注我同埋分享俾你覺得有需要嘅人。下集我哋講下點解盧卡安石要飛去西班牙養傷。